乡亲也唔通袂记哩，除了武汉肺炎，也有非洲猪瘟哦。农委会补助花莲县来购买一种自走式的消毒车，会当加强着肉品市场的消毒。另外，猪农受到疫情的影响，生理是加真歹，伊嘛希望政府会当甲因斗相共。穿好防护装备，行入驾驶座，刷来特别大面积好化消毒啊！哪会面对新冠病毒，市场的业者嘛无欺负非洲猪瘟。农委会动食物防检局补助花莲县买一款的自走式的消毒车，和消毒更有效率。它这个是后面是有十数个喷头，可以一起做这样的一个消毒工作。比起定点消毒一款时间，人工消毒更浪费时间。这款自走式消毒车确实提供业者更加方便的消毒方式。随着疫情的升温，猪肉销售嘛渐渐受到影响。我们本来是350头到400头是平常的时间了哈，那现在是掉到大概320。业者表示讲，即马每工上侪是减少80只的销售量，不过刷来嘛希望政府会当辅导，或者是帮忙收买冷冻的猪肉，才袂互肉价放盘。